来关心台铁北回线，因为水泵线个中断，航港局宣布讲明仔载开始要调派往来高雄澎湖的澎湖轮来协助疏运，因为影响到高雄澎湖的交通哦，和澎湖的民意代表是真不满。经过协调，航港局佮派出南海之星2号来代替澎湖轮。另外哦，旅客嘛会使去嘉义布袋坐船去美景，加开的车钱哦，航港局嘛会专业来补贴。透早澎湖轮已经往高雄港区，准备载旅客去澎湖下当载运人车的澎湖轮，是高雄往来澎湖重要的交通工具。车辆物资也拢是靠这个航线。也毋过，因为宜华铁路继续中断，31起下方调走3天，支援东部海运。港区已经打出公告，旅客感觉有淡薄仔突然。我们坐船的呢？今天过去的话，我们要坐飞机回来，他们要去花莲支援，但是会造成很多的不便，因为有的人临时他没有机位，有些要过去的，就还要再另外订那个票，才可以再过去。为了确保旅客权益，航港局公布配套措施，调派南海之星2号接替原时段澎湖轮的航班。旅客也会当去嘉义布袋港坐马公航线，延伸出返高雄甲嘉义布袋港之间，无论是高铁客运、共乘客停车，专业补助旅客。另外，车辆运送30增加航班数分，也是延后到8月初3至8月初6的加班船。货运部分已经协调5间货运公司维持物资的来往。航港局表示，因为下当同时载运人车的大船无济，也拢辜负因的区域疏运任务。新大马轮只会当支援3天，澎湖轮也是过渡时期支援到代替有价秋通的前1天。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断定啊，还是以听气象为主。目前的规划还是以8月3号抢修通车为目标。代替应变小组公告，目前犹原以8月初3秋通北回线、东正线，8月初2秋通冲冠线、嘉义到新营回目标。因为部分中段也是会有编组调动。本来是高雄要到宜兰，那里断掉不能过，所以早上转搭高铁。本来这个周末要去台南，对，然后本来要坐火车去，所以我就改客运。台北车站内去东部干线的第4柜台列车拢只会当一地行驶，区间车开到和平。对后座开到苏澳，代替也加强站区广播，提醒旅客部分班次会有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